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我係張師奶。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朵洛莉絲漢南係一位美國前世回溯催眠師、作家，同時亦係量子療癒催眠療法嘅始創人。佢用咗超過40年時間研究死亡同死後世界，累積咗上千個親身催眠嘅個案記錄。佢撰寫咗19本著作，被翻譯成超過20種語言，主題涵蓋生死、輪迴、人類起源等等。朵洛莉絲話：佢從來冇諗過自己會同研究死亡呢4個字扯上關係。佢原本只係一位50年代嘅美國家庭主婦，丈夫係海軍，育有4個小朋友。佢冇大學學位，冇學術銜頭，日常就係照顧家庭、打理家務，間中投稿去地區報紙，換取一啲微薄嘅稿費。1968年，佢嘅丈夫，一位海軍兼業餘催眠師，喺幫助一位女士做催眠改善健康問題期間，意外將對方帶咗去前世。呢次經歷徹底改寫咗朵洛莉絲嘅人生。佢冇選擇恐懼，而係用一份好純粹嘅好奇心，一頭栽咗入去呢個當時冇人敢觸碰嘅領域。往後嘅40幾年，朵洛莉絲發展出佢獨有嘅量子療癒催眠療法。呢套方法可以令表層意識退去，俾內在嗰個無所不知嘅意識部分出嚟講說話。朵洛莉絲將呢個部分稱為潛意識，亦即係我哋而家成日都講嘅高我。生死之間係一本好有力量、好療癒嘅作品。書入面每一個描述都係嚟自喺生同死之間行咗一轉嘅人帶返嚟嘅第一手經驗。呢本書最重要嘅信息係死亡並唔係終結。書入面探討嘅主題包括死亡嘅嗰一刻會發生咩事，死後我哋會去邊，靈魂世界入面有啲咩層級同學校，指導靈同守護天使係咪真實存在，我哋點樣喺靈界規劃下一世，業力、輪迴、靈魂替換等等。呢啲資料雖然嚟自唔同個案嘅高我，但係就有非常高嘅相似性。朵洛莉絲將催眠期間記錄低嘅資料集結成書，《生死之間》係其中一本。朵洛莉絲喺2014年返到去光嘅世界。你有冇想象過，當心跳停止，肉體生命結束，乜嘢會喺光嗰頭等緊你？生死之間呢本書就為大家帶嚟死後世界嘅光同知識。當我哋願意打開心扉去探索未知嘅時候，我哋或者會發現生命嘅真相比我哋嘅想象更加遼闊。